你倒閉就會失業㗎啦，失業消費就萎縮㗎啦，消費萎縮經濟又唔好㗎啦，跟住投資又擱置㗎啦，係嘛？跟住樓價又跌㗎啦，減薪唔係減人。避免銀行出事，如果銀行出事就唔止差5%㗎啦嚇。當年嘅香港電訊同今年嘅恒生，佢為咗保住嗰個，因為佢係上市公司嚟啊嘛，每都要 report 嗰個利潤㗎嘛。個股價即刻砰一聲跌㗎嘛，你識 CEO 即刻炒㗎嘛。咁個 CEO 話：我炒你好過炒我啦，係嘛？即係應該係5.5到6.5%嘅失業率啦。新加坡就唔係啦，佢好主動，佢減咗個公積金。減10%，咁就冇裁員，咁佢又慳咗10%工資啊！大家好，我係伍後哥。你以為我哋呢啲 YouTuber 已經夠淡啦？傻啦！教授仲淡過我哋啊！近來最爆嘅大學教授就一定要數中大嘅葉秀亮啦。教授最爆嘅3大言論可以歸納為：一、住宅樓價將會累跌60%至7%半；第二，政府應該迫使銀行提供資本充足率；第三，房地產嘅低迷會促使長期通縮，令香港經歷10年衰退。喺講述教授嘅言論之前，先睇下佢嘅背景，或者可以解開佢唱淡之謎。葉秀亮喺 LSE 獲得經濟學碩士同埋博士學位，之後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後擔任新加坡機構嘅顧問，佢本身就一直住喺獅城，傳聞係因為薪俸稅太高就返嚟香港避難，點知偷雞唔到蝕渣米。佢返嚟之後，新加坡受惠地緣政治、中美貿易戰，年年經濟快速增長。相反，而家香港政府第二日都唔知會唔會學美國政府咁樣勁減大學嘅財政支持。而家個個打工仔人人自危嘅情況之下，你以為教授嘅職位仲係高高在上咩？佢哋一樣要為個職位自保，一朝先聲奪人，確立自己擔有嘅地位，起碼立於不敗之地啊嘛！佢目前喺香港中文大學同埋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擔任兼職講師，佢曾喺香港金管局、中銀香港及東亞銀行任職。累積咗一定中央銀行同金融業嘅實戰經驗，現職為新加坡一間上市公司嘅兼職經濟及投資顧問。而家就講下葉教授嘅言論啦。葉秀亮表示，如果以目前經濟嘅整體趨勢嚟睇，樓價會從高位累積下跌60%至7%半，樓市泡沫好大，而家已經爆破咗。目前嘅情況睇嚟已經跌咗3至4成，但預計之後嘅惡性循環向下嘅螺旋效應，未來將會見到失業率嘅上升、企業倒閉、大規模裁員，到時好多人會資不抵債，被迫出售物業，銀行甚至都可能有風險嘅，因為觀察其他地方嘅樓市爆破時，亦會出現下跌60%至7%半嘅情況。而香港而家發生緊咩情況呢？香港嘅樓價自從2021年嘅高位以嚟，已經累跌30%到啦。若果根據葉教授所指，香港物業需要再跌3至4成，的確令人難以想像。唔好再講跌30%啦，跌多2成，我諗唔係市民死啊，而係一眾銀行同埋地產發展商首先瓜柴。若果樓價跌多2成，銀行嘅壞賬率就相信唔止 double， 直情 triple 啦。以前銀行按揭就做5成甚至更高，若果跌一半，相信銀行都頂唔住啊！而家發展商都已經要劈價賣樓，當你樓價再跌多2成，我當你唔劈足2成啦，劈15% 到啦。到時可能淨係得長實、新地、信和呢啲有實力嘅發展商能夠賣到樓，因為其他嘅全部都要大規模蝕本賣樓，連個 construction loan 都未必還到啊！簡單舉一個例子啊，假設新世界嘅皇都要喺現價再劈2成賣樓，唔知啲銀行制唔制過佢啊？葉教授又補充，佢計算過當樓價上升250%。
即使喺泡沫爆破，起碼要跌40%至50%先算合理嘅。但喺經濟理論嚟講，就一定會超調，超調就一定唔止45%至50%噶啦，而係60%至75%。而家已經見到二手市場出現競爭性劈價。首先，發展商見到勢色唔對，財困就會劈價；二手樓出售時又要再劈價，之後發展商繼續要賣。由於財困、利息高企，被銀行逼，於是會出現第二輪嘅跌價，所以一直有競爭性劈價。早前只不過係下跌超過2成，而家已跌3成，相信跌勢會持續。而最慘嘅係辦公室啦，樓價跌得好急，但辦公室整體較貴，唔同於住宅，相對較容易揾人接手。午後就揾翻啲資料，葉教授又唔算事後孔明喎，因為佢早於2022年10月16號喺明報發表嘅文章裏面已經提到，香港嘅樓價可能喺2021年嘅高位累跌6成至7成半。呢篇文章指出樓價需要下跌4成至5成先能夠回到較合理水平，只不過葉教授呢個理論終於喺發表之後嘅1-2年後逐漸兌現。第二，政府要逼銀行供股，樓價嘅超調，數年嘅樓價下跌期衰退，同埋另外數年嘅災後衰退，當住宅都要跌6成至7成半。再加上辦公室嘅樓價仍然喺爆雷途中，香港嘅商鋪、小巴、的士、車位貸款同內地貸款嘅呆壞賬持續浮現，銀行業嘅21.1% 資本充足率恐怕唔足以應付未來嘅呆壞賬撥備，進而引發全面嘅金融風暴。佢表示呢個已經變成不可忽略嘅可能，要避免硬着陸。葉教授認為，首先銀行唔能夠出事，由於呢個可能係災難性嘅，作為一個穩健嘅政府，總唔能夠等運到㗎嘛，博呢件事唔會發生，因此應該採納佢嘅建議，以壓力測試迫使銀行提供資本充足比率，甚至能夠承受住宅、辦公室、商鋪價格累跌7成5嘅衝擊，先係最穩健嘅選擇同埋做法。午後認為，首先喺現存嘅資本充足率之下，並未發生雷曼或 AIG 式重大金融機構倒閉嘅情況之下，貿然要求銀行進行供股，相信會嚴重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聲譽。都唔講個供股價應該點定啦，定得太高，小股東唔肯供；定得太低，大股東就覺得蝕底。若果貿然供股，小股東市民唔願意供股，係咪大股東包底先？就攞香港最大嗰幾間銀行，逐間講啦。中銀香港即係阿爺嘅，要財政部科水供股，你都唔知阿爺個心諗咩嘅。恒生供股即係要阿媽匯豐科水，加上匯豐本身自己都要供股，恒生咩料就大家知啦。若果佢真係進行嚴峻嘅壓力測試，佢供股嘅規模比例上一定唔會少。匯豐本身已經要供股㗎啦，仲要一下子科水俾恒生，相信匯豐對貿然供股將持反對態度。東亞就更加複雜，理事只不過揸住不足8% 嘅股份，其他都係外資嘅股東揸住。若果經濟真係你講到咁差，外資嘅股東又點會願意繼續抌錢落去東亞銀行甚至香港呢個地區呢？第三，部分嘅投資者過去20年投資過度，有可能炒樓炒輸咗，虧損甚多，導致佢哋旗下嘅企業被逼賣盤或者執笠。佢預期而家嘅結業潮同裁員潮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啫。香港嘅經濟未擺脫樓市泡沫爆破所引發嘅惡性循環，喺持續去槓桿嘅情況之下，香港可能要面對近10年嘅經濟衰退。出得嚟行，預咗要還。坦白講，要預測5年之後嘅經濟，相信全球最勁嘅 AI 電腦都做唔到啊！衰退10年，聽下就算啦。喺葉教授身上，我哋睇到沒有最淡，只有更淡。不過
好彩一般經濟學家投資都唔算好叻。咦，仲講咩投資啊？你做定期已經贏咗99.9% 嘅人㗎啦。如果中意呢條片嘅，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啦。仲有，如果想大力支持我哋，可以 Super Fans。多謝咁多位，尤其係會員嘅支持。係嘛？作為一個冇經驗嘅新人嚟講，算係咁噶啦。18歲拍嗰陣時都18歲，拍嗰陣時未有18歲，有16歲先拍緊。除咗有少少鬥雞眼之外，我覺得佢都相當經驗嘅新人嚟講，算係咁噶啦。明明都好似阿謝賢啦，係係嘛？呢個梳做得好啊！呢個呢個梳就係呢啲其實好普通嘅啫，係嘛？